佢都相對話，伏特加喳聲擺咗喺前面個拍住一齊，仲有大和野團啦。之後大陸馬埋跟嚟見到銀幕英雄啊，中間仲有永通打。咁啊再後啲跟住就東寶艾倫，外邊就大宇宙，然之後就係紫月光啊。天空深處一早就留守中搭嘅位置啦。喺外邊仲有淺草皇帝，再後啲跟住就60年代啦。然之後跟住就教皇訓令啊，再後啲跟住就東瀛隊長啊，喺晒後邊就係尊王啊、大魚草區嗰啲話。咁距離頭馬約摸係8個馬位左右嘅。好啦，啱走到轉第一個彎啦，前面方頭永通達放出頭一個馬位之先領先啊，守住第2位就係大宇宙啊，伏特加一手守翻住個第3啦。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名將心信守住內欄嘅位置喺外邊騎下騎下，仲有嗰隻咧就銀幕英雄嘅。咁啊再後啲跟住就係功夫巨星啦，然之後就係大和野團啊，大和野團最後啲跟住東寶艾倫啦，咁啊然之後跟住就淺草皇帝開始踩油，後面仲有紫月光啊，咁啊再後啲跟住天空深處留喺約莫尾6嘅位置啊，然之後跟住先至見到咧嗰啲梵高藝展啊，再後啲跟住就東瀛隊長60年代啊，喺晒後面就大魚草區同埋尊王啊，距離頭馬而家約莫都係9個馬位嘅。好啦，喺對面直路約莫仲有1200米啦，前面嚟講扯走依然係永通達放出頭啊，守住第2位外欄位置咧就依然係大宇宙嘅。大宇宙然之後跟住伏特加守個位係相當之靚嘅第3啦，然之後梵高藝展一早上咗嚟喎，再後啲跟住先見到名將心信啊，然之後跟住先至見到銀幕英雄而家開始踩油啦，咁啊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嗰隻嘅淺草帝王啦，然之後跟住就係紫月光啊，再後啲天空深處而家又喳聲開始預備上啦。再後少少，跟住先見到大魚草區啊，然之後東寶艾倫啊、東瀛隊長啊，喺晒尾依然仲係尊王啊，距離頭馬約莫係8個馬位左右嘅，差唔多轉完彎預備去到直路口附近嘅位置啦，前面放頭依然係永通達放咗頭啊，急就上緊嚟，見到就梵高藝展伏特加褪就褪翻咗喺後邊喎，咁啊然之後跟住騎下上緊嚟，見到嗰隻銀幕英雄啊，係咪上緊嚟見到而家先至見到天空深處啊嗰啲馬嘅，前面嚟講第一隻突咗為中檔嘅梵高藝展3跑兩步之後銀幕英雄上去追佢天空。甚至3跑兩步仔上嚟入邊上嚟，仲有伏特加嘅前面嚟講梵高藝展，等我入邊伏特加外面上嚟，仲有呢個天空深處啊！天空深處鬥緊銀幕英雄，銀幕英雄已經知天空深處逐步上嚟追到伏特加攬啊上緊嚟嘅，銀幕英雄依然領先少少，銀幕英雄跑第1跑第2名天空深處跑到30名嘅，想睇下伏特加定係梵高藝展啦！銀幕英雄最後力拒天空深處，杜滿來啊！意大利名將呢件彩衣。大家熟悉啦，吉田家族嘅彩衣，越騎越有，2隻打比盟主都追佢唔到。